感谢伊真哦，咱继续来关心文化部114年预算是互立法院冻结34亿400多万。立法院今仔嘛审查改动报告，这嘛是头一个百姓改动案的部会。部长李婉是表示讲，若业务费无法度赶紧来改动，今年8月以后哦，有真侪场馆恐惊拢无法度营运咯。 争取预算会当顺利改动，文化部长李婉开会进前受访讲，拼面讲做功课到半暝2点，这个文化部的管所业务费拢互冻结30%，影响范围真宽。如果不减的话，差不多8月之后，很多的馆就无法往下做，甚至于我们跟别人签约啊，或者薪水等等，都是在业务费里。我们跟国外的表演那个签约都是在这种钱里面。 文化部互冻结49个案，金额达到34亿400多万，包括本部业务费冻结30%，还有公司甲台湾 Plus 冻结8.1亿，中央社冻结1520万。民众党立委刘淑彬特别点名公司戏剧听海影无符合历史事实。创作不能够违背史实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它是历史剧，不是纪录片。基本上我们讲那个小说也好，我们讲 fiction 就是虚构。 我们一定要接受那个虚构的部分。国民党立委郭如君也点名中央社最近做几种业务定位到底是啥？一下又说要做电视台，一下又要做文化内容，它到底是文字媒体还是网络媒体？它现在 YouTube 也做，还是电视台？它只要不再违反我们本身中央社原来做的事情的话，这个部分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。 国民党立委郭志温强调，真侪人对台湾 Plus 有意见，委员会也做足侪讨论，希望审查改动案进前有时间，互立委加了解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